家人们，我也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魔法打败魔法。就你会说，我也会。你说妈了个公，亲了个开什么意思？亲了开什么意思？不知道。不是。就公开的意思，不要少记一点，4斤8两。4斤8两，可以啊。你我们不是所有的榜一到榜30，一人发1000块钱红包，可以打。我们是打物资，不打红包。你妈了冲！你妈了冲！不是你妈了个冲！你妈了！你妈了个冲！阿西，叫人家演个，人家没来的个叫，不要你妈了冲个。你妈了个冲了个冲！人家演的我们人家梦，你是人家梦。你家梦？不是人家梦，是家梦你。你家梦你？对，你是家梦吗？你也是家梦。我是男人，怎么可能变成家梦了？家母是什么意思啊，家人们？家母是汉族姑娘。我是男人，怎么可能变成女人了？那男人怎么说？男人就是不织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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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不是个不织布。哦，对，我不是个不织布。你是个不织布吗？我是咋的？你是个不织布。你是个破了没了。你是个破了没了。什么情况？哎，对，你是个破了没了啊！你是个破了没了。对，你是个破了没了，我知道。破了没了是什么？破了没了是最漂亮的意思。OK。给我解释解释破了没了，家人们。他说你是个婆娘。不对。直播。绝对不是。绝对是，你放心。男人是菩萨。不是菩萨。不是菩萨。哼，我不管，反正你以后跟我说什么我就重复。不用重复。只要你骂我，我也就骂你。前几天我亏大了嘛，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公平说，前几天我特别亏大了，真的说实话。你不要说亏大了，愿赌服输。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寄北木半斤，我输了的话，我寄给你北木半斤。半斤可以吃多久啊？半斤可以吃差不多4个多月。啊，这么多啊？真的多。哦，那半斤让我怎么分嘛？让你跟大哥们分嘛。对呀，半斤，拉毛布哥哥，咱们一人只能分1两2两。可以分呀，多得很。半斤，泡水喝吗？开水泡着喝吗？就是，但是如果我喝了怀孕了怎么办？鼻子什么怎么了？没怎么了，我很好。昨天拍视频去了，烧炭了，脸有点红了。对，泡开水里面喝。然后这个和开水里面那个笔墨一起加个虫草一起加个笔墨虫草2个，然后加个糖，白色的有一个，透透的有一个嘛，这个叫什么？透透的白色的有一个嘛，黑嘎啦，我们这边叫黑嘎啦。细嘎啦，像白糖一样。白糖？对。咸的甜的？肯定是甜的呀。冰糖？对。啊，冰糖雪梨炖贝母。对。哦，明白了，止咳化痰润肺。川贝枇杷膏。对，这个特别好。这个贝母啊，我知道了，川贝枇杷膏。
京都念慈庵，我知道了。哦，对对，冰糖。对头。笔墨、止咳化痰。虫草这3个一起泡到开水里面，喝的话，你的肚子和你的嗓子、你的身体、你的精神那些全部安全的 Let's go。我马尔维斯呢？刚出八定是苍阳山的一个男子哈，他坐在的位置地方，吃的、喝的、穿的那些都是正宗的，没有假的。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港赤？你为什么每天又吃虫草，又吃贝母，又吃牛肉干？为什么你52个老婆只有2个才怀孕？这是秘密不能说，全部话语给你告诉的话，他们都互相知道了的话，天天大家不能告诉这个，只说2个，其他不说。52/2，25%，概率太小了。什么概率太小？概率太大了，所以就是有概率太低了，概率太高呀，不是低呀。哎呀，家人们还是不太行啊，那2个还是不要这么说出他的伤心处，不要这么说，家人们，那2个不一定是别人的，有可能是他的。他动机不行。那些事情你不用想来下去，那些事情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用管，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好吗？好 ，OK，好的。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但是我们2个没有机会呀，真的没有，是没有机会。我在就西藏，我喜欢发动机好的。把那个事情不要说一笑。不说了，真的是。好，都是好朋友，给你尊严面子留足。天天晚上说这个话。不说了，你多喝点，多补一补啊，港赤。对，补了，已经不喝了。多补一补哈，多补一补。不用补，已经不喝了。好。还有我们的西藏那边有一个红色的那个叫什么？别你忘了，叫菜豆。那个菊花茶喝的时候，里面有一个红色的小那个叫什么？枸杞。枸杞多得很，正宗的枸杞。枸杞我们也喜欢，保温杯泡枸杞。枸杞、贝母、虫草，冰糖，就这4个搭配的话，没什么说的。我要枸杞，来100斤。藏红花和枸杞一起，搭配可以更好。一样来50斤。枸杞1斤多少？我问一下啊。不用太多，一样50斤，凑个100斤就行。枸杞你需要100斤。那么多干嘛？大哥们要补。我让咱先都讲嘛，可几岁了？高建哥不夸张，打榜100，一人1斤。好。这个200到300左右。他们说6块钱1斤。让他们去买嘛。真的。假的挣不了，真的假不了。我们这边都是原生的。藏红花可以，来10斤就行。不是藏红花，我这边有没有不知道。我说的是枸杞。枸杞200一斤啊？280、240这样打着1斤。是哪里的？西藏的吗？肯定是西藏的呀。黑色的还是红色的？红色的枸杞是红色的。也有黑色的嘛？黑色的我对身体不好。红色就红色的嘛，200就200。你不相信？我现实笔墨，这是虫草。现实我给你打视频，这样可以看呀，真的是。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啊。Let's go， 我看不 race 呢。那你们那个地方有我们山东盛产的黄金那么多吗？我们山东可是黄金生产量最多的。黄金都是我们热气里面寄过去的。黄金是我们山东这边的，不是我们一龙通康里面寄过去的，是我们在地里边挖出来的。地里面没有黄金啊。地里边有黄金，有矿，有金矿，就在我们烟台蓝山金矿，全国第一黄金出产量就在山东烟台。不是，矿全部我们西藏那边寄过去的，天龙全部一个2个100个200个。我们山东黄金的金矿还要从你们西藏来寄吗？矿都是从这边寄过去的。都是我们山东烟台蓝山，你知道吗？蓝山我们有金矿。如果我们的矿不在内地的话，你们没办法做那个金子。你们西藏高原，西藏那么高，哪来的黄金？你不相信，真的有。你什么都有。肯定有嘛。黄金、北京，还有那个松、饶、胶，什么都有，凡是有。他说的是黄金。他说的是黄金啊。你需要枸杞吗？还有那个笔木，我都要。可以，枸杞半斤，笔木半斤，如果说了的话寄给你。让我们怎么分啊？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儿都在这，怎么分你自己看。我们这么大老爷们儿干瞪眼啊！什么干什么干呀！烦死了，真的是。那你喜欢吃人参果吗？把这个人参果。我什么都喜欢。人参果也是我们延伸的。昨天晚上我煮了，你看吧，延伸。人参果，这个也是就这么吃啊？这个也是地下种的，这个也是我们一根一个挖出来的，很难，辛苦的很。港吃会不会有可能你补的太多了，就是补的太杂了，所以才导致你现在紊乱了？不乱呀，我身体安全呀，真的。就是你有时候补太多了。一次性做50个俯卧撑没问题呀。哎，不是说做俯卧撑，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个人参果。哎呀，好不好吃？真的好吃的嘛，不是一般。我们藏族里面，糌粑和人参果，牦牛肉最特色的，真的说实话。我要喝牦牛乳。人参果我们藏语里面叫卓玛马克。你有很多藏族朋友们问他们嘛，卓玛马克是什么样子的吃的？现是领导重要的客人来到家时才做这个饭，平时没有。真的说实话，我都要。我要人参果，我要贝母，我要藏红花，我要枸杞，我要牦牛乳，我什么都要。我都要。你今天太大了，不行。我都要吃。家人们、哥姐们，我都想吃，我好想吃。他说完以后，我这些都想吃。饭是太好吃了，这个。明天就给我寄。可以，人参果可以寄啊。还有枸杞，还有贝母，明天一起寄。一个一个打，全部不打。打2种，今天打2次，一个打枸杞，一个打人参果。好。贝母先不打。好。接了。如果你输了的话，给我寄什么？我们山东只有黄金。黄金不用，我需要个好的声卡就可以了。叫我这种的吗？对，就这样的，像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有，几万块钱的也有，几百块钱的也有，几千块钱的也有。我说实话，不需要几万块钱，也不需要几百块钱的。那我不打总榜，能不能打榜30？榜30我真的不打，
榜30，因为我文化太低了，我一个一个的榜上的大哥们名字不会念，所以他们就懵了，我都懵了，真的。我人气特别好，我跟你说实话，我们两个打 PK 的时候，平均70%，我这边人多，我相信。但是我们的家人们大部分都是藏族的同胞。那我们3局2胜，可以3局2胜。就是如果我输了的话，你就要听我的，我说打什么你就得打什么。如果你输了的话，你输了我就可以听什么，但是你不能说那个榜30、榜20不能说。那我能说什么？榜10可以说。凭什么？榜10总榜可以说。都打你擅长的。还有后面的有几个留下来的有一个票看着吗？这个我不懂。我不懂的那些你也给我理解一下嘛，对不对？不管第一把我可以听你的，可以打个总榜，但是后面的谁输就要听谁的，我不可能全部都听你的吧。第一把时候我们两个是打3局连胜嘛，3局连胜里面需要打3次嘛，3次都是总榜，然后第一把我赢了。凭什么3次都打总榜？肯定要打呀。第2把和第3把输的来定。下一把你想报仇的话，你说了可以算呀，但是不能说那个榜30，其他都可以借。Let's go。除了榜30，其他都可以打是吧？哦 ，OK， 来嘛。OK， 你说的啊。3局连胜3次都是总榜啊。你不是说输家来定，除了榜30都能打吗？怎么又全是总榜？我的意思就是把这第一把3局连胜打完了以后，如果是我赢了的话，你说了算。Let's go。3局2胜打完了以后，我说了算，我都打完了，我说个算个锤子啊！什么锤子什么？不是3局2胜打完了以后我说了算。对，3局连胜，如果那个3局连胜我赢了的话，你说了算。是不一定要我赢呀，不一定要你赢呀，对不对？这个看运气嘛。等会儿3局2胜第一把我可以听你的打总榜，但是从第2把和第3把是由上一把的输家来决定。对。啊，对，怎么上叫做3把都打总榜啊？对。是第一把打总榜，后面2把由上一把的输家来定，对不对？不是。3局连胜有3次嘛，对不对？一共打3把。对，3局连胜是不是3次？对。如果2次我赢了的话，我赢了嘛，不用下一把最后不用打嘛。啊，对。对，在你说了下一把你报仇的话，你说了算。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第一把打总榜啊，我输了，那么第2把打什么要听我说。哦，对，我的意思就这样。哦，对，你吓我一跳，还3把打完了再听我的。开会，第一把总榜来开会。5分钟的吗？10分钟的？10分钟的，我们先开个会。10分钟的打30分钟吗？呀，大马拉加蒙对的，给不能叫不要你妈了，喂，好了，这个没电了。今天那个说惩罚，你说。我输了的话，我给你寄多少个枸杞？寄10斤枸杞。10斤枸杞吗？10斤枸杞，10斤那个，你那个多少钱？吃的那个人参果。那2个是分开啊。10斤枸杞打的话，10斤枸杞打；10斤人参果打的话，10斤人参果打。人参果多少钱？不告诉你，反正是好吃的东西。你不说我怎么跟你打？80多、100多，各种各样的有。这个也是80多、100多、100多。对。家人们，你们要人参果还是要枸杞啊？还是要贝母啊？家人们，我们选一种来。贝母先不打，刚刚说了嘛。为什么不打？
我问问大家，你们要枸杞还是要人参果，还是要贝母？家人们，我问问大家，我们选一种。贝母大的话，只能就打半斤。我先说好，贝母大的话，人参果大的话可以打5斤，枸杞大的话可以打5斤。Let's go。最少10斤，5斤我没法分。啊？5斤没有办法分。5斤多得很呀。那你要我多少钱的声卡？3000以上。3000以上 ！Let's go。因为上次我亏大了嘛，你一点点存在什么嘛？你上次是上一次的，不要老是上次的。上次本来就你输了，你要愿赌服输。可以，2000到3000中间，3000以上不用。2000到3000，人就是公平。上次我亏的不是很，枸杞，你刚才说80块钱1斤对吧？亏的太大了，真的，但没事。80块钱1斤，10斤才800。啊？枸杞，你刚才说80块钱1斤，10斤才800。枸杞有各种各样的啊，不是人参果80多、100多，各种各样都有。枸杞买不来80多啊，说实话。怎么可能？枸杞不对等，必须要对等。枸杞280到240。枸杞280。人参果80啊？对，80到100，各种各样的有。那人参果来10斤吧。人参果10斤，我除以80，可以啊。那我就给你寄1000块钱的声卡。1000块钱声卡不行。那就10斤人参果加10斤的枸杞，我给你寄3000块的声卡。10斤人参果是吧？10斤人参果，10斤枸杞是吧？枸杞10斤，这个我亏大了。今天他赚了，他答应的这么痛快，今天他赚了。那寄2000块钱的声卡，真的亏大了。那2000块的声卡，10斤人参果2000块钱的声卡，借。加10斤枸杞，加10斤人参果，还有2000块钱的声卡。对，借不到。你想多了，真的是那么简单，怎么可能借得到？那么贵的东西都是衍生的，那些都是一点的没毛病，知道不？枸杞我们不用太大的，枸杞小点也行，反正营养价值都一样。枸杞不用太大的。枸杞最少是240多，真的，最好的是280多。你除以最少的，你说的那个240那个除以。他们说30块钱1斤。不好意思，我没吃过30块钱的枸杞，真的没吃过。你拿出来我看看长什么样。现在不在呀，家里没有。你家什么枸杞什么品种的？为什么这么贵？你来西藏你自己去挖一下嘛，多难，再就知道。也是挖出来的。不挖的话谁会给你的？枸杞挖的时候更难，手上里面打个刺木，这样超绿了，哪怕那些痛得很，手那些。zero 人的上个别你妈了总。些都他们说的，你干嘛干同去别你妈了，从哪把同去骂些的了，对俺们这个啥么？手都花了，血都出来了。我觉得跟挖出场跟枸杞挖的难。那我们不要野生的了，要种植的就行。种植的枸杞，没有30块钱1斤的就行。种植的枸杞我去哪里买？他说的对。了，种植的枸杞我从来没有吃过。哪里有？你们知道吗，兄弟们？种植的枸杞，最多我们要60块钱1斤的就行，要种的就行，有卖的，市场上有卖的。枸杞的事情你不懂，我给你寄人参果 ，Let's go。人参果多少钱？80啊？对，80到130，真的。那就10斤人参果，那我就只能给你寄1000块钱的声卡。
1000块钱的声卡不好用哦，真的。那你要寄20斤人参果，20斤人参果，20斤人参果，那就2000块钱的声卡。20斤。20斤。打不打，兄弟们？20斤人参果，打不打？就2000以上的声卡，你妈了，说打不打？打得好，扣个1亿。人参果是野生的吗？人参果根本没有假的人参果。那怎么他们那边卖3块钱一斤？不打说了，但我们这边都说不打说了。那就打现场的吧。我们家对我们家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人参果3块钱一斤。好的，枸杞30块钱，人参果3块钱，你们先吃吧。所以就是你们去西藏的时候，天天光样翻译。就是嘛，你们吃的东西那些质量太差了，所以去西藏的时候，我是高烧发炎了，天天氧气养不住。我们去西藏刚入目前那些装了套安全的 ，Let's go 阿拉什么呀，喜马拉雅山。好，你们继续高声发言啊。我们至少一胎生一个老婆生3胎。对，人参果1斤3块钱的人参果吃，枸杞1斤30块钱的枸杞吃。我们一个老婆都能生3胎，你52个老婆才生2个。你不知道我的小孩有多大，我的小孩有几个男的几个女的，你不知道，我没有说过你呀，真的，我心里话没有讲过你呀，你怎么知道呀？真的是。我们一个男的有12个小孩，13个小孩，20个小孩都有，你们有吗？你没有啊？你说了，你和你哥哥。我们村里面有呀，有一个男人发誓，我跟你说心里话，有一个男人25个小孩，一个男人有25个小孩。那是你们村的男的，又不是你的。对，我们一个村的，10多个的多的不是一半。打个现场，不要你妈了，从3分钟续3分钟，人家来说不能做低俗的，其他都可以 ，Let's go。3句2声吗？对，3句2声，5分钟的3句2声。5分钟的3句2声。对。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5分钟的3句2声。5分钟打3把。对，你打一个我看看来。来，5分钟打3把，你打一个我看看来。就这样打哪3把？对，就这样打3把。怎么打3把？3句2声，5分钟加5分钟加5分钟，总共有15分钟。这一把打完了一个。你要说每一把都打5分钟，什么叫做5分钟打3把？对，每一分都打5分钟。那么第一把打什么还没有说？第一把打总把呀。第一把输了的人决定下一把打什么，对不对？下一把输了那个定吗？对啊，输了那个定啊。Let's go， 我重新发。发呗。来，家人们，第一把总榜咱们有什么上什么啊！感谢大家的支持，辛苦了哥哥姐姐们。第一局总榜啊！第一局总榜，做好准备，咱们有啥上啥，前30秒翻倍啊！别说话，关注没？这个关注带着我。做好准备，哥姐们啊！来3，你冒了个出了个这个肉顺才冒到了个到个头。3、2、1，闭麦！兄弟们，直接开，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你们打总吧！什么劲热气球，兄弟们！感谢成都店大哥，谢谢大哥送来的雷克萨斯570保时捷。昨天晚上刚直播的没有直播，今天晚上刚直播的难念的是直播一下啊，兄弟们，不要你妈了，做保时捷热气球，墨镜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上什么，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对面跟上来了，兄弟们一起加油一把！是开炮！现在是加成双倍，
哎呀，兄弟们，现在小星星墨镜加油，小星星墨镜加油！我们的榜一大哥我已经回光了啊，榜一大哥我们早就回光了，不是我今天晚上回光你的，我们早就有回光了。榜一大哥今天晚上有4000票，4000粉丝，能不能跑一下4300？家人同步点了粉丝，移动身价走路，移动身价 number 3、2、1。榜一、榜2、榜3、榜4、榜5、榜6，一个一个的拉粉丝，你们不用着急。我这个港车8点看到你这个子的走头当呢，他这么子你还要嘛的啊？你们能吧？不，你们好了错，还要嘛的。家人去看你哥哥错，黑米都小心起来的节奏的，黑米都小心起来的，没送到你抓这个，要么这个没这个，这个就弄才比主人个穿的港车8点我把个咱妈的，能这个走，人民个多开的节奏些。别的我个别去卷啊，你把它能让人写上去，别个人用3把的钱能把个年浪的大球都年球，现在你查的这个看你哥哥错，这些得来才算能用这个就统计。对我能把从嘛个来个能就我让个了给了改变到东眼，怎么看上了改变到东眼写起来了，改正也比穿些个钱的钱能把能用的查的些有，才人就弄改正去。日期就这什么能把日期就加上上面一个日期就加油兄弟们。3个墨镜，感谢扎西点了，一个热气球，什么能吧？黑米的叫的没的黑米的，不拉着叫个这里送的个就别嘛了，从没的黑米的嘛家常嘛在里面的，干嘛接着抓子接到个这个什么能吧？大龙黑米上热气球，这个破了，看把没有上来了，最后一个墨镜，感谢我们的登录多姐，谢谢一冲的。赶紧去要求马路车人这个就要求赶紧去，天马东北个家长的，俺这两车的，像你哥哥做，天马东北个家长的两车的，赶紧去主播，这是江村，赶紧去，顶子多去，赶紧去马路，赶紧去，江大大哥，谢谢。破了送这个去，不要你马路做321的时候，大家一起开兄弟们，321的时候，321做的干大农家去的个是开呀，你马路做，干大农家去的个是3、2、1，开兄弟们！现在是加成双倍，兄弟们加成双倍！保时捷私人飞机热气球有的话，现在打兄弟们！你妈了，这大哥刚到能看见的个是单的看了，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感谢兄弟们的支持！一起加油，兄弟们，一起加油！有没有保时捷私人飞机，兄弟们？保时捷私人飞机赶紧嘛，真的不要你妈了，这加成节目有嘛都看你哥哥做，感谢江大哥。破烂的叫个这里兄弟，欢迎康巴纳的兄弟，欢迎战斗大哥来了，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加油！别你妈了，这大哥团结越对比，告诉都在记得些呢，结果有点么子，大哥都没猜的都在记得些就嘛的，一起加油，兄弟们！还有20秒的加成，秒年横个秒叫，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现在一起加油，兄弟们！你妈了，这那么的去普鲁西呢，像你哥哥做干嘛？你今天上头接咋地不呢？不拉着交给，感谢康巴面下兄弟，谢谢我的榜一大哥，感谢康巴面下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加油，兄弟们，现在一起种出一把，兄弟们，现在一起种出一把，把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一起加油一把，不要你妈了，做投胎接咋的，你们那么投胎接咋的，不要你妈了，做投胎接咋的，今天上头。感谢榜一哥，谢谢兄弟，破费了！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有没有私人飞机和保时捷私人飞机有的话，现在打兄弟们，墨镜小星星热气球，感谢我的榜一哥，谢谢大哥。我拉着交个这了送了个就不要你妈了走，感谢江大哥兄弟，欢迎137路大哥，够了，兄弟们打哥嘛，不要你妈了走哥嘛。家母了，得了东西以后要嘛，别你妈了做要嘛的，你卡可别东西以后要嘛，家母了做工，干嘛吃上开了节菜的，破烂儿叫个这里钱能把送着，没这对么别你妈了做嘛的，但是其实你这嘞，为啥么个真的你别你妈了做，干嘛去炒老做这里嘛钱能把，没个这叫个当哦，我感觉这些。哦，我是别妈王子，对，别你妈了做。我这个不晓得，俺来把别你妈了做先个。我们的榜一大哥是白马王子大哥兄弟们。啊，看把多几个压到对了，加上俺个来对俺对了，俺这个关注记录，瞧瞧看。比心兔子，头2，兄弟们。
哥哥姐姐们，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怎么打？开麦。怎么打？第二把。第二把怎么打？你说了。榜20吧，榜30我站不起。榜20。榜20吗？确定吗？我再开会儿会，不许偷听，我要再开一会儿会。闭麦开会。好，不许偷听，不许偷听。不会听的。好，闭麦。家人们，要不然我们就榜这巴灯好丑啊！他长得好丑啊，好丑啊，真的好丑啊！他怎么长得这么丑？我们就他闭麦了，我们就怎么开？没有开麦。咱们接下来要不要打个榜10？我怕榜20站不起，榜10可以吗？榜10可不可以家人？榜20不会站不齐吧？哥哥姐姐们，你们说我们打榜10还是榜20？但是如果是打榜10的话，必须要一个保时捷占榜。榜20的话，一个热气球占榜就可以了。我不想让10位大哥压力那么大。榜20的话，开麦。开完了没有？榜20。榜20，那先开会。开会。闭麦。闭麦。家人们。家人年可以么？天马东部爱吃开的，天马东部爱吃开的。大大的人爱吃开多少个？家人东部2把3把1把2把2把2把7把9把10把7 9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年。年的那张明蒙个。2875人个，2875也到的了，没年可这些么那么，家人东部呢，家人年可也到的，干嘛没有大个的，家人就这个年可上的，他关键切口。家人东部2把3把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别你们阿拉做干的啷个接的个这嘞？我要这样的5千3千能得哪了？nam着有那nam着，保时捷有那保时捷，热气球有那热气球。家人年可也到得哪了？没这个热气球的，没这个热气球的给么弄吧？5千3千个弄得哪了？5千3千个弄得哪？所有的大哥大姐们5千3千个弄得哪？我要这样的，没这个热气球的，大哥同这个。nam着不多没有nam着不多没那保时捷的，加上东部的结瓦也到的了，保时捷的结瓦的年可也到的了，热气球的，你马路做啥去？加入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看着 ，OK， 是我也马路要去，赶紧去看你。比如啊，哥哥4个人了。把电影开会开的就装。中国人不骗女人，男人不骗女人。什么男人不骗女人？来。所有大老爷们儿，真正的男人不骗女人的。来一个热气球扣1，一个热气球扣1，一个热气球扣1。怎么办，哥姐们？你们不要骗我，你们不要开玩笑。咱们第2把 PK 很重要，第2把 PK 属于背水一战了，因为我们第1把已经输了，只能看第2把 PK 了。第2把 PK 再输了的话，我们就彻底完犊子了。彻底完犊子！不要开玩笑。哥哥姐姐们，有小号的话，把小号开过来，我们一人一个热气球。我自己就1个小号，所以我们还差19位哥哥姐姐们帮帮忙，好不好？开麦。开完了吗？10分钟。OK。来，哥姐们做好准备，我来发起啊！加成年有的加成年什么能吧？家人们，前30秒翻倍，我们一定要打出来。前30秒翻倍接。前30秒翻倍啊！来做好准备。5分钟的加成3有。哥姐们一定要打在前30秒，一定要打在前30秒。来，我们现在先充值好，一会儿一定要打在前30秒啊！哥姐们一定要打在前30秒。
来，哥哥姐姐们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我说上的时候咱们就开始上啊！来，3、2、1，大兄弟们，来兄弟们，快！你妈了！欢迎战队兄弟！热气球，兄弟们，一人一个热气球！感谢纳曲大哥，感谢我的聪聪老婆！别你妈了！感谢康巴哥！聪聪，热天，没人个热气球，一人接他的，来装我接他来的。感谢康巴老总兄弟，谢谢 Sam。没俺个要你都他的，别你妈了，兄弟，没俺个。我看一下他们的榜是1000。感谢电子刀姐兄弟。我拉着交个贼了，送了个奖，打的是榜20，兄弟们，打的是榜20。感谢兄弟，感谢拼图哥。我拉着交个贼了，送了个奖，就这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前面没有上过的，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我看一下啊，港车八代的榜5、榜6、榜7、榜8，港车八代的榜8是500多票。别你妈了，这不那蒙咋死？谁？我们的榜5到开始，榜5加油，兄弟！榜5加油，榜5拼凑哥加油，拼凑哥再能不能播一点？康巴哥能不能播一点？榜6，康巴哥能不能播一点？大哥，康罗总能不能播一点？大哥，榜8能不能播一点？榜8和榜9加油，前面没有上过的一起加油，兄弟们！感谢我的榜1大哥，谢谢兄弟。破了这了，送这个就别你妈了！这现在是我们的榜6、榜7、榜8。OK， 榜9加油！我们的榜9加油，兄弟们！我们的榜9加油！我们的榜9加油！康老总加油！一冲着加油！我们的榜10一冲着加油！榜10一康巴汉子加油！榜10一。家人接起把康巴汉子加油！家人叫你把雪山走起的加油就走了的大哥！家人接上把罗马学去接入干罗马！别你妈了！这家人这个把你讲的这嘛学就你讲的这嘛！家人叫俺把永红大哥学就永红大哥！加成上面能不能打一个保时捷？别你妈了！这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就这样，兄弟们就这样，一人一个热气球就得了呀，兄弟们！别你妈了，从。破烂的交个贼了，送了个就所有的大哥大姐甩给你们。等加成，兄弟们，等一下，等加成，我看一下他们的榜7，他们的榜8，干嘛东朝人个家人结巴空错个，家人给我东朝人个家人结巴东朝人个家人接机的干嘛俺家人的个，俺这个家人接机的人个。干嘛俺家捏个这个？俺这个家人接机捐你，家人接机都捐你，热气球这接入的家人接机都捐你，大哥，家人接机都捐你，接机新头马步看到要的没得捐你，康巴小子你，康巴小子和新头马步看到要的没得你，加油一点兄弟们，家人接上康巴汉子点关注，点加油大哥，雪山大哥加油，别你妈了这单的，这加成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是。加成没有过，对，加成没有过，我都这边看了拉票，我忘了，他的这干我装个，别你妈了！加成看了你票垃圾也就是了，下那了去，你弄打扰这，你妈了，这当俺这个家人。康罗总家人给我人个了，康罗总餐厅过去家人年个压到对了，没积极人个没积极，别你妈了，这家人加成你把个看了，保时捷的加油走路的，怎么子干啥去别你妈了，怎么个？康罗总给压到对了，康罗总给压到对，碰见家人叫你，碰见家人接上对了，干嘛俺家个去过节的，这是干嘛俺家个去过节？不用，是不用过，加成要过呀，要过。姐姐们、家人们，榜20还差8个榜，兄弟姐妹们，欢迎我风清扬大哥，榜20差8个榜，廖大哥能不能往上补个热气球？廖大哥能补你公屏扣1，廖大哥。我们这边来加成的时候，一人一个加油。廖大哥能不能补个热气球？能的话你公屏扣个1，咱这样就少差个榜了，这样就少差1个榜了。人民服务大哥有直接上，不用等加成，来直接打。
有保时捷的大哥们，欢迎我兔兔哥。兔兔哥有没有保时捷？能不能帮洋洋上个保时捷？有，直接上，不要等了，先把榜站起，比什么都重要。不用等什么加成了，来直接上。后面的哥哥姐姐们请站榜，因为我们现在插的榜比较多，我们先把榜站上。一人一个保时捷，还差8位大哥。兔兔哥能不能帮洋洋站个榜？一人一个保时捷，还差8个榜，哥儿姐们。一人一个保时捷，还差8位大哥，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没接个保时捷这接个3个做出来喷的子，俺怎么个接的贵了人个没个。别你妈了，从家人几年我最你这个保时捷接到给了人个家人几年年用户大个压到的，他电话保时捷接没么啥把对呢，没个他们那么没这个保时捷这啥家伙卡住电话接嘛牛子前面没有上过保时捷的，刚出发的前面没有上过保时捷的，一人一个保时捷，9个人的保时捷可以吗兄弟们？很多对呢，他带来的个别你妈了，从很多对呢。没许多就那怎么个？这个首先把这个加成过一下，兄弟们。首先把这个加成，我们的大哥大姐榜1榜2榜3榜4弄个加成的过了的。等你大哥咋把去这样的？没个，你们弄吧。9个人的保时捷，9个人的保时捷，兄弟们，9个人的保时捷加油！9个人的跑车，9个人的跑车。跑拉着叫个这里送这个9个人，我看一下啊，不要看错啊。9个人，10个人这个双人个，别你妈了，聪哥。我们这次不用过加成，要过，兄弟，加成必须要过，加成马上来了，兄弟们，3、2、1，热气球上，一人一个热气球，兄弟们，加成，感谢大哥送来的热气球，兄弟们，一人一个热气球，感谢一冲哥，感谢那群比如大哥兄弟，我拉着叫个这里送的个叫。谢谢兄弟，谢，你妈了从加成中，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加成大众节都给你们那么加成中，继续加油，兄弟们，加成还没拿到，现在一人一个热气球，兄弟们，一人一个热气球加油，兄弟们，加成，一人一个热气球，加成中这个大众连到我们个加成，干嘛激动啊？这次节的规定上啷个不你妈了从个的。经常俺当年就骂的你妈了从，哎，但我个人是不要你妈了从，但我皮克杰干么但的，加成过了是大概加好的，加成过了的话，我们的榜式开始榜20，兄弟们，3、2、1的时候，没这个别你妈了从保时捷这卡住，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家人接完你，抗罗总能够最，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榜20，康巴汉子人个榜19罗马大哥加油，康巴汉子加油，丁子哥加油，雪山哥加油，康巴汉子加油，兄弟们！3、2、1，上！现在上，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感谢勇大哥！还有差8个人的保时捷，兄弟们，还有差8个人的保时捷，没接个保时捷去接住的，没接，你们能吧？没接，电话接嘛牛子，前面没有上过的，感谢平足哥，谢兄弟。前面没有上过的，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前面没有上过的，怕去接到干的，但小时候大部分是接摩托车，但专门偏头都没得，我说同去接到的嘛的，那起码个不要你妈了，怎么个喷的是家人接等吧，要你个的咋子？感谢战队哥，战队不用上，我们的榜1白马王子大哥不用上，榜2不用上，我们的榜12到榜20没接个，一人一个保时捷，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不要你妈了，感谢你妈哥兄弟，谢谢你妈哥破烂的叫哥这里送这个叫榜16，康巴汉子加油，榜16，家人接住吧，康巴汉子加油，家人接等吧，雪山大哥加油，家人纠结吧，一起加油，家人这个吧，钉子加油，钉子，家人粘合吧加油，家人粘合加油，感谢加油兄弟，家人粘合加油，不要你妈了，怎么没有生气吗？怎么个家人粘合，一起大哥加油，开宇帮我加油，开宇帮我能不能播一个保时捷？
康巴汉子和凯威帮我加油，康巴汉子和。哎呦我妈的，别你妈了从日记就兄弟们，帮20加油，帮20加油，帮18加油，帮18加油，帮19帮20加油，帮19帮20加油，帮19帮20加油，帮19。家人这个的年和你这他那么轻那么，他真的是点的，干嘛家的几面节？输了，赶紧去摇下不？推进去，不要你妈了！家人们，给上榜的每一位大哥们点点关注，给我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我说吧，你赢个锤子，你赢个嘚儿，你赢个嘚儿。我榜20，520票，你榜2100多票，我看见了。来，中吧，第3吧，中吧。你除了会打祖猛，还会打什么？还有我会打那么呀。榜10吧。什么？我说了，我肯定我说了算呀。关你屁事，榜10。那打10分钟的总榜，10分钟。可以呀。来开会。Зарочка, ронди чомангande, бе не мало цо. Не мало цо. Джама чере нё, чоча каманга лонч йогда, бе не мало цо. 5分钟的 case。5分钟的他不会打兄弟，但没事，总把我相信，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我们这边有差不多3000多个人。打5分钟的他不同意呀，兄弟们。马路子，那么同志下次有嘛他考有嘛，不要你马路子，俺那么同志个了，这有么专门有嘛个，不要你马路子嘛，线路就叫对个子了，你那么同志线路就叫谁？搬就有么那么这去吹嘛嘞？真的被查就是前面的被查嘛，要有对的个子同意以后，那不对么专门有嘛，考有嘛，不要你马路子嘛，线路有了空手。线路有查的个路的个，但真是的嘛，从线路的个靠的个，不要你马路子。下不干啥了，拍起把人娘着的济那么样嘛容，啥把人就吃觉得，济ngaru弄头发嘛是可是当时总是了看着就这样么个，所以。这样的那些路要买呀，不要你马路子进，香给人，给些人，我些人嘛推举么个，这个有的线路个有的，恰见从嘛总是该有的，怕被钱我嘛来的，包用着推的个是可的，但是你马路从，娘比你算什么个呀？阿罗嘿，干这些。啦，不要你妈了！从家长东北你把生把一万俺娃这把那家长就这个也到对了，么俺这个关注结果了，什么弄吧？天马生把的大体做的可，我也真的30秒可看到那了不？我查8几米的个是不要你妈了！从拉下去接的多大？大多少么个出家去叫俺看了接的真的，帮一百万王子的战队大哥，哦呀，拼凑大哥，那去米路大哥，酱油大哥。前能把最先把个家母干嘛直接看家庭，干嘛么子去控制把点了节目给多工，不要你妈了出节目给，这人你的生日才人个真的不要你妈了出，控制把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从嘛干了个都在记着娘不去做，看你个个做，3阿姨做的可我要做的那了，弄着有那弄着，包实就有那包实几十嘞。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家长东北你把3001万俺娃只把能把压到对了，没等起个关注记录什么能把，家长只把压到对了，没等起个关注去记录的这个。海纳百川哥一定要雄得起，来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前30秒翻倍，哥哥姐姐们前30秒翻倍啊！好，来做好准备，3、2。闭麦！上来，哥姐们，直接打了！不要你妈了！什么？哇塞，这个谁？能行中吗？感谢大哥，打！
别你妈了，做的！现在是加成，现在是加成，现在是加成，一起上！一起上！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现在是加成双倍，加成双倍！当然是今年的年多热喷的，你起来了，别你妈了，做！这东北跟那几起来了，悄悄的，等那样开始顶个做的，是啊，兄弟们！我老二叫个自己送了个叫，感谢能行走马大哥！我老二叫个自己送了个叫，我们的帮上能行走马，谢谢兄弟，破费了，大哥直接回光，能行走马，今天晚上粉丝有400个啊，我看一下啊，涨了多少个粉丝？现在有400多粉丝，兄弟们，3、2、1，榜1到榜6，200个人关注下，我们人家个关注记录。加上东北的加上直播也到对了，我们人家个关注记录什么能吧？然后这个 PK 打完了以后，我把这个榜1到榜2、榜3、榜4、榜5、榜6、榜7、榜8、榜9一个一个的拉粉丝啊，兄弟们，别你妈了冲！赶紧去，我要求，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破了人家个这里送个加成中马上来了，兄弟们，加成中马上来了，直播间里面有3000多个人，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6个保时捷，还差5个保时捷，兄弟们，加油！感谢江勇哥，谢江勇哥。一人一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一人一个保时捷，别你妈了，操！干嘛俺当几家多个？感谢战队哥。最后4个保时捷，1个墨镜；最后4个保时捷，2个墨镜。4个保时捷加油，4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感谢我的大瓦哥。最后4个保时捷，4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4个保时捷加油，3个保时捷加油，3个保时捷兄弟们，3个保时捷加油，最后3个保时捷加油，感谢兄弟！破烂儿叫个这了送这个就别你妈了，谢谢大哥，谢谢大瓦哥，谢谢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最后2个保时捷加油，兄弟们！2个保时捷年节嘛都能嘛早晚嘛的，感谢那群比如大哥！最后一个保时捷，兄弟们！最后一个保时捷加油！最后一个保时捷，兄弟们！最后一个保时捷，2个墨镜接多么从嘛干了个黑米人你的在接入的，黑米接多么从嘛个黑米人你的在接入的，啊我西给干给同学干了，感谢大瓦哥送来的保时捷，破烂儿叫个这了送这个酒，别你妈了，这加成拿到了，兄弟们，加成拿到了，3、2、1，开吧，兄弟们！首次礼物翻倍！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私人飞机保时捷现在打！感谢战队哥，谢兄弟！破烂儿叫个这里送这个就别你妈了，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现在保时捷热气球，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流上什么流，兄弟姐妹们！现在是加成双倍，一点5倍的加成，兄弟们！是的，你妈了从！刚到南卡起的个子，感谢我的白总送来的雷克萨斯570保时捷。感谢能行走马大哥送来的私人飞机，谢谢大哥！我老二叫个这里送了个就别你妈了！感谢我的白总再次送来的雷克萨斯570保时捷，你妈了从！破了，大卡马哈恰德行啊！讲的话，这讲梦个能你别你妈了，这从嘛你惹我？感谢热哇！破烂儿叫个这里送个就讲的话有嘛？等以后有没有做没去？俺这个家长你把看了，干嘛那么讲梦了？干嘛坚持主动么？怎么个呢？俺这个难道是早晚你的节目？干嘛上当个看了？这算是这期节目个？热气就保时捷，热气就保时捷。我不想破费，大哥们的国梦，我不想破费，不需要的时候不用打。感谢平楚哥兄弟。如果他的干嘛是这样坚持主动的话，我们不用打，兄弟们。莫容个干嘛的坚持主动个看了，逻辑们个那别你妈了做节目个，早晚年的节目个，拖他节的节就绝对。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感谢热哇兄弟！我那热叫给这里送的个，谢谢大哥，谢谢。热气球墨迹加油！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直播间了快到了4000个人，我们的人气往上走，兄弟们。没中的也没这个蒙查弄入，什么能吧？这兄个，比他这兄啊，什么能？我给了他些强的做个啦，别你妈了做，这个啥蒙个这的钱能把个么子节目个，这个啥蒙个真啥了？赶紧去什么能吧？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我们的榜1到榜20，我就一个一个的说一下。
家人们一定关注下，看住。家人东部的家人俺娃也到的了，家人东部的家人俺娃也到什么弄吧？家人东部的家人只把大娃个也到，等把热娃接把你嘛，个娃看把小子个也到的了，没从嘛个关注这东部结果的话什么弄吧？家人个娃也到的了。看住，不要你妈了，怎么一动个？没一动弄的，看破人家那些那句嘛，可能把从嘛那从里做，从把炯的，从里做的呢，我有我个做的嘛，插段做的嘛，等着从把月嘛，等着个呢，你关注介入什么配？哦呀，从可以加那可以，我你这个拍的吃这个，哦，娘们娘了偏头子，咱们娘了单着这个，加了怕娘从咱们炯的，等你偏头门个真的去光做个球的。偏把买了个3把个人，没几家的没家我去做起的，咱们单位个对他的差的没忙不，没几工作把那个铁档个弄的没忙不，那这我去的向你做。多个设计的钱能把个几干嘛嘛的经商个上弄动嘛对嘛，从这个自己记得的，我们个中开有嘛的，你看着上都个嘛的，卡把路子动么动个单到有嘛的，卡把弄软件工厂项目个单到有嘛的吧，盘这个自己记得。这个最差的，一马叫狼着就那别你妈了，从出门包个片头就搞干有的，加成啥？一人一个热气球，兄弟们，5个热气球，俺接入的什么那把热气球啊？一人一个热气球，加成，感谢大娃给送来的热气球。最后热气球，感谢白总送来的雷克萨斯5000的保时捷。最后一个热气球，兄弟们，一个热气球，这干嘛趁你检查的加盟个别你妈了做检查的。节目个干嘛趁你检查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最后一个热气球，没有热气球的话，一人一个墨镜就可以了，一人一个墨镜，兄弟们，一人一个墨镜，没得这个黑命啊，那把加成嘛来那破话嘛丢，别你妈了做加成2个的加成，哎，别总弄着不是咋的，破了人家个子，破费了，别总休息，再不用打，今天晚上真的不用打。我们的榜一大哥不用打，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直播间快到了有4000个人，其他大哥大姐加油一点好不好？没几个专门检查的，不要你骂了做干嘛吃上加血，但这加长卡里你几把爬上不错，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前面已经打了4万多个票，干嘛吃一卡了？不要你骂了做检查的，大姐胖涨就嘛的，不要你骂了做3、2、1，开炮！别你妈了！现在打！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感谢战队兄弟！现在打！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现在是加成双倍，对面来了，兄弟们，对面来了，加成卡了！别你妈了，做接待过的，所有的大哥大姐们，感谢那群米路大哥，谢谢兄弟！破烂儿交个这了送了个句，所有的大哥大姐们一起种出一把，兄弟们一起种出一把，手册翻倍！感谢蒋勇哥，谢谢蒋勇哥，谢谢兄弟送来的空吧，别你妈了，这份通报也是的空吧的了。所有的大哥大，感谢白总送来的，再次送来的雷克萨斯5000的保时捷。其他大哥大就说给你们一起种出一把，兄弟们一起种出一把，首次翻倍，兄弟们首次翻倍，加油！现在加成，兄弟们现在加成。干嘛吃这个？你这个同面对策的，不要你妈了，这危险一点啊！有点危险，兄弟们，凡是有点危险，5万多票到3万多票，差距不大，兄弟们，不要你妈了，这投他节里个年卡要跳，人们喷的个投他节里年卡要跳，所有的大哥大就说给你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4300多个人，热气球、保时捷、墨镜，大的、小的、中的，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兄弟们，往前走一点，再加油一点，兄弟们，再加油一点。冬阴以后就那干嘛吃一的俺当，不要你妈了从，这都能俺吃俺当看了，这嘛都能马在我干的，俺吃俺当看了，保时捷热气球加油，兄弟们，保时捷热气球加油，看兄弟们，最后投他，兄弟们，最后投他，兄弟们，投他，不要你妈了从带给他投他，收他！感谢蒋勇哥，感谢大娃哥兄弟。我来儿叫个接送个去，你妈了从打的，胖子的马哈喷的得了的呢。我来儿叫个接送个去，谢谢大哥们的支持。看着要下不，洗给给，别你妈了从干这去。
家人东北对了，之前没人家个关注节奏给们弄吧，家人东北对了，没人家，差200个人关注下，现在差200个人关注下，今天晚上一定要拉500个粉丝，3、2、1，200个人关注下，兄弟们，200个人，家人东北，得给子，别你妈了，这破烂儿叫个最后100个人关注下，我们的榜一最后100个人关注下，榜二150个人关注下，榜二120个人关注下，3、2、1，榜二150，加上你把战队没加到俺这个关注节了，没加到俺这，现在100个人关注下就可以了，100个人，俺这个关注节咋的？哎呀，榜二你满意做的个是家乡破烂的所有的规矩团结，榜一最后差40个人，你这把做去了人高。你想吃冲茶吗？吃不到呀。右手拿10斤的东西。你这把没跟我打虫草，要是打虫草了，我一定会赢。好，你的实力慢慢看。首先把你准备做惩罚3分钟虚的来呀。右手拿10斤的东西，左手拿10斤的东西，站着，我让你干嘛就干嘛，说什么就说。哪有10斤呢？自己想个办法找呀。我帮你找吗？10斤就10斤，我把我灯搬起来，来。真的是这个女人。真的是你不是个男人。先放大。我不是个男人，那我是个谁？那我不是个女人，我是个什么？哦，好沉啊，这个。瞎干嘛？哎呀，好沉。不是，那我就没有手拿麦克风啦。话筒放在桌子上。喂，能听到吗？听到，声音大一点叫。你把这个条件都没有，还敢跟我一起打 PK， 还真不，真的是。哎呀，好沉啊，真的拿不动哎，太沉了，快点。这个不算，这个没有10斤。这个有，这个真的很沉。盆子里面倒个水拿过来。没有盆儿，家里没盆儿。真的，这个真的不算。这个我听过，没有10斤这个。这2个加起来没有10斤。那这个吧，这个有10斤。哎呀，好重啊！哎呀，好重啊！这个好重。你会不会做惩罚？这个真的有10斤了，我不骗你。没有方式，没有。你去好好找去。你以为我是傻子吗？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嘛。什么都我懂啊！你骗我干嘛？Zero 嘛，别你妈了，总。裙子怎么个变形做才是不是？去厨房里面找。厨房也没有。想个办法，那我给你炒个菜好不好？不用，炒菜干嘛？不用，拿10斤我就好好虚3分钟，真的。这样吧，我把椅子抱起来，这个有20斤。这个有20斤。不用假装，这个根本就达不到效果，这个不用算。没有别的啦。不。右手拿10斤，左手拿10斤，好不好？我没有，我就这个。你想个办法呀！10斤的矿泉水，空瓶子里面装个自来水呀。去，哪里有那么容易你？挖得起，做得起，真的。顶你看那个去，别你妈了，走。你妈了，惩罚到位做个么子？别你妈了，大个大姐同学干了个我们家的是惩罚点我打上的了什么子？卡路音结婚了嘛，我听不吧？别你妈了，我今天带着你的大个大姐同学干了是里约嘛，从节嘛，从节能卷嘛的，等到前两把个关注觉得学出个了狗血个节假从种的，啊你妈了，你没信。偏把面了那把觉了嘛，家人东北你可是家人接这个也到对了嘛，俺这个关注觉得，对公主把的直播弄的，俺我现在那让从全部家子做的个子，人没啥把这嘛的，我呀，等你，OK，
这个是10斤，再拿这种一个。你太坏了。不坏呀，不坏呀。啊 OK， 抬起来。啊！抬起来，就这样抬起来。呀！手这样抬起来可以吗？小管家，来帮我拿个手套。他那个家嘛，这3个，别扭。等会儿我垫点东西哈，太沉了。有，真的有，这个10斤绝对有，不止10斤，我就感觉。哎，手抬不动吗？啊！就这样。刚去把腚卡住，俺那么吃肉，3分钟就。刚去把腚看着，哪是都死了都。现在11点10分钟，13分钟可以结束。刚去把腚卡住，刚去把腚看着，俺那么吃肉，哪去了？那不是那么，那么吃肉，葫芦吃肉，吃肉对，啊，那么吃肉，那么吃肉不是吃肉，吃肉哦，吃肉，吃肉。哦，刚吃把腚，不么烟到弄个老马人，俺吃肉。刚去把腚撑到了，吃了个把鸡吃肉。不买烟到给萝莉马人不买。你妈的个没说呀，不买，不买你不买，不买，不买烟到给你倒开。萝莉马人，哎，不要放下来，不要放下来，努力马的，俺吃肉，那吃肉，看着给我月。看着给俺月。哦，这个说的没毛病。不买烟到弄3把2拿2种人，不让要呢。啊！不要放下来，不要放下来，没有骨头吗？没有骨头吗？拿上。我垫一下。那我不算啊，重新算啊，凡是不算啊，这个。我垫一下，你怎么那么不懂得联想什么垫你？0什么么只有啥么个嘞？别你妈了从，不买烟到弄萝莉马人，你大脑努力马的，不买不买烟到弄给烟刀弄给萝莉马人，努力马的，俺那么吃肉西那干月，那么吃肉给下了大嘞。哎白不是白不是哎不是白是羊的声音白，你喜欢叫羊的声音吗？你再说一遍。哎我的气泡一笑。那吃肉西那吃肉是哪？给我有给我有那这缺啥马着给下了马粥。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我的气泡你呸说哎说好好说这缺啥马着就是下了马粥。出事了马着不是这缺啥马着这什么粥？
再去啥马着？脆啥马着？杜永瑞 ，Let's go。杜如来 ，Let's go。OK。什么意思？大龙得嘞，就是从啥的？什么意思啊？大叫龙得嘞，就是从啥的个？干嘛这把人都要错吧了？就是从啥的？大叫得嘞，龙得嘞人。干嘛介绍这些？干嘛这个人咋的？我大叫的龙人那杜永瑞。你妈了个钟！什么妈了个钟？就是从啥的咋了？哎，就是从啥的了？你慢点，你在叽里咕噜些什么？大就是从啥的马油？你妈有！什么你妈有？你妈有了个虫！这样可以下？可以下了。哦。你不早说？说了，你对手从啥的？跟你说了，你不听。你看看，刚吃巴的我恨你，你看。没事。我的纤纤玉指都红了。哦，红了就好。我恨你。哦，谢谢，你也恨我，谢谢。你妈了个钟！你中啊，中的那些全部你中。你中。你早就中了。你刚才就是教我读的那个，那我再发一下音，你再读一次。不读。不，你读一下，我就学那个，我非得学会不行。刚吃八丁。加油。俺那么提住。那个什么，那个那还是什么嘛？俺就是我，俺。哎，不是俺。哎。什么？哎，俺。哎。但我不想叫，算了。好孩子 ，good son，good boy。这里都没有，真的是。那我教你说一个我们家的方言，好不好？母妈。母妈。你辛苦了。母妈，你辛苦了。这个没什么好笑的呀。好宝宝，你也辛苦了。好宝宝，你也辛苦了。把我放笑，我受不了了，笑死我了。港赤。妈妈就是男朋友的意思啊。我们家人们知道了，他给我翻译了。男朋友的意思啊。男朋友，你辛苦了。哦，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那你知道捞孩儿是什么意思吗？这肯定知道呀。什么意思啊？爷爷。不是。捞孩儿。你说捞孩儿，你们辛苦了。老公。啊，对，那你跟我说捞孩儿，你们辛苦了。捞孩儿，你们辛苦了。你再说一句捞孩儿。不说，凭什么说？我赢了呀。你说捞孩儿，你快说一声。人老傻，你辛苦了。我们说哎，有儿乖。啊，那个是孙悟空里面的话呀。啊？什么孙悟空？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唐僧、喇嘛、孙悟空，他们里面有一个，女儿们
哎，就这样出来了。有很多女人这样行，高，敲，这样出来了嘛？这些女人说的话。哦，对。嘎嘎来，强，钱囊从妈妈在口。哦，对。从妈妈在的，对猪八戒嘛。对，你说老汉儿，我爱你。你说，老汉儿，我爱你。有儿乖，不二乖，乖，不乖。好乖哟。好，谢谢。乖，摸摸头，什么没有？哎，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话？快教教我，家人们。没有。长大了哈，长大了。那你说，敢不敢说薄皮龙？啊？这个不是个好东西。我们家人们说不用说，好的。这个不说了，还是不说了。你刚才给我叫的那些是不是低俗？没有，绝对不是，一种尊称，确定吗？尊重，对，尊重，绝对不低俗，我不骗你。如果是低俗的话，我就把这个15根虫子不记啊。绝对不低俗，你放心。哦。那我走啦。走呗，拜拜。我走了啊，拜拜，玩得开心。没有实力的话，只能就走呗。我那15根虫草，15斤牛肉，你别忘了。OK，let's go。Let's go，拜拜。好，拜拜。